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一喙挂箱子，这是形容一个人足够讲话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讲话无信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挂，搁我挂第三条。读挂这是读文音，挂意思就是吊咧，咱讲吊挂，嘛会当讲是加添，像讲挂手指、挂耳膏。另外嘛有附加连带安怎意思？像讲肉挂骨、风挂雨、酸挂甜。另外，佫有名无实权，咱讲是挂名。烦恼就是讲挂字。另外，咱新闻定定讲到目睭挂斗界，看人面就爱，这是形容一个人足小贪、足贪心、未满足。这个鼻音读做看，意思是藏，像讲看心，就是藏伫心内有要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无看，嘛有人读做无卡，意思就是无用。第二个词读做挂碍，意思就是挂心，有代志咧挂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一直拢是独身仔，无交往的对象，落尾伊才甲心内挂碍讲出来，原来是逐工无用上班做事，无看找时间和人约会谈恋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挂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